了解大家平安，真安静吼。我感觉咱的气氛有在改变吼，袂讲礼拜前要入来新道，念面一直啊你好无我好无吼，感觉咱今仔日气氛感觉真好吼。我佫一个感动就是讲，拄我落去，阮生活伫今仔较早结束，我落去楼骹看的时阵伫遐，看遐即摆物件互山遐未穿好满，直入来，迄款的情景哦，实在是。你个想看卖讲，要就近主的迄款的情景吼，是会感动。所以讲，即摆天气较寒冷啊，秋天到啊，佫落雨，好像咱现在即摆安尼佫遮热切吼，咱是有福气的人啦吼。好啦，我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的主，阮感谢你，感谢你，予阮通过最后所基督得到拯救，会来认捌你，甲你有好的结连。虽然外面咧落雨，天气佫寒冷，总是予阮兄弟姊妹有缘，这么迫切要来到你面前敬拜你。愿你的圣神即时临在伫阮中间，拍开阮的心门，对阮陈牧师的喙，要来佫领受你奥妙的真理。阮今仔日礼拜真正会当真做芳芳的祭献予你。阮来将讲台、司琴、司会、献诗。交代每一个服侍兄弟姊妹，拢交托主，愿你来感纳，也阮将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也交托主，由你来管握，互你的圣神充满伫阮中间，毋是今仔日，是逐日。安尼祈祷感谢恳求，靠所叫做圣名，阿免。咱来练几首圣诗吼，第一首咱369首，即咱即个月的月定诗啦吼，咱即礼拜唱最后一摆，拢应该拢真熟啊吼，咱搁复习一遍就好，咱第一节唱2遍就好。搁来看第5首，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画光画暗无人画，暝当做日，日当暝，生成万物光乐园。咱唱第1节。真主上帝造天地。这首圣诗的是对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第5节，咱圣诗下面遐有吼，右下角遐，嘛是伫创使徒行传第4章24节，遐是吼。创世纪第1章第1节讲，上帝创造天甲地，咱拢真熟啊啦吼。讲爱有光，就有日，吼。
所以讲奇妙的创作啦吼。伫《使徒行传》第4章24节嘛讲吼，主宰啊，你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万物的。真侪人无相信吼，但是呢，咱家己去体验就好啦吼。数据遮尔分明吼，人做袂到啦吼，所以咱要用谦卑敬畏的心来敬奉敬拜吼。来，咱个第一节个唱一遍吼。天主兄弟做天地，为根为安无人为，你等最日日等你，是家万米共乐。第二节。兄弟之心就更好，不必将人说好。家亲甲烟龙不动，同你交臂轻重。好，咱过来最后来唱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主若踮在咱身边，我想咱拢真欢喜啦吼。嘛，咱会通时常爱关怀伊吼。咱来唱第一站吼。我心大欢喜，出踮身边。虽然这世界若全地天，最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愿保惠，随我前去。最后一句吼，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迄是赎罪功劳哦吼，遐有附点吼，所以咱唔卖怎拢唱共款吼。来，第一个一摆，第一个一摆吼，来。主踮身边，虽然这世界若全地天，最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愿保惠，随我前去。我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我保佑日日落落，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搁一摆，为我主耶稣，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这咱来记起来。好啦，咱最后咱用咱备办心来做今日礼拜95首。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主的人，你若无时常仰望是不是宝贵？我想你的快乐会直直消退啦吼。无论你欢喜、快乐，还是有拄着什么款的环境的时阵，我想咱拢爱会晓时常仰望是不是宝贵，特别主耶稣的保护吼。咱来唱第一节，唱两遍，备办咱的心来准备今日礼拜。第一节。我心仰望十字宝盖，
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真希望成就荣华。但愿你主隆重榜上。搁一届较慢的吼，较细声的。我心仰望昔日宝贵，荣耀的主替我受罪，我真希望成就荣华。但愿为主隆重榜上。请备办心。来啊，咱着鞠躬敬拜，跪落伫创造咱耶和华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的羊。咱做伙来吟圣诗，圣诗第369首，圣诗369首，超过阮的想象。超过阮的想象，言语所的光明，你神秘的人在，阮确实真实恬静。各国他受压起，各国他受举起，担当软弱过犯。主啊，何等奇妙，伫阮目中叫阮。
请起立来吟。超过阮的想象，言语所的光明，你神秘的灵在，愿确实真实恬静，我搁他输不起，但当转落归还，主啊，挺奇妙，你温暖阮我。阮无叫感动，也受身体保护，三角切都忍者，享受你笑出温美，希望当我大，真的认真，让着欢喜服侍。心中无比，我愿的灵魂，回来休息，愿我用伊的能力，明白你大忍耐，无定秘密关照，我感谢主恩赦，心灵到尾快乐。四山离开受阮情缘，分享阮所体验，你的平安甲稳定，一生接着这段，活出新生光明，叫着你的人，心灵的光景。请坐。下面，咱要用尼西亚圣经来告别咱的生育。尼西亚圣经伫周报第7面，现着咱做阵来读。阮信独一全能的父上帝，创造天地一切。有看见无看见万物的主，我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伊对一切世代以前对上帝出的上帝，对光出的光，对真神出的真神，是生的，毋是受造的，百倍同质同体，万物对伊来创造。伊为着咱人拯救，对天降临，为圣神照在世女玛利亚出世，成做人，伫本州不列岛人来，为咱定十字架，受埋葬。照圣经所记载，第3日国外，就天定在坐伫马上边。伊要用光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伊的国无强无尽。阮信赏赐换命的主信神，对爸甲囝出，甲囝共受敬拜，共受阳光。伊捌托先知讲话，阮信一个信公同使徒的教会。阮告别一个会得赦罪的洗礼，阮期望死人国我来活命。阿门。下面咱掀开圣经圣诗后面第57篇，启应文57篇，就是约翰福音15章。现着，咱来做阵来启应。我是真的葡萄树，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有结果子的枝，
伊就甲伊修正。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啊！既无连伫葡萄树，家己袂结果子。我是葡萄树，甲我结连，我嘛甲伊结连的，会结真侪果子。人若无甲我结连，会亲像打气的机，互人ฮ็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连，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下面咱搁来吟诗，圣信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圣诗第5首，真主上帝造天地。真主上帝造天地，会光会暗无人会，暝当做日，日当暝，生食万物功劳圆。请起立，吟全首。真主上帝造天地，会光会暗无人话，暝装做日，日当暝，生食万物功劳圆。上帝主心着敬拜，我敬拜主好路，这情甲应龙土道，阿弥照比亲从。主的功劳大无比，请求灵魂同免死。你耶稣爱大甲细，诚心敬拜主上帝。请坐。咱即时下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全能的上帝，感谢你保守阮，经过一礼拜平安，搁三角主日伫遮敬拜你。主啊，阮真正卑微甲软弱，伫真侪项代志顶悬欠亏你。主啊，求你互这个世界的人知影爱敬畏上帝，爱行公义。生存灵敏，谦卑甲主三角同行。若是行歹代，得罪上帝，上帝的刑罚甲管教已经会临到。主啊，你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上帝。你知影阮的软弱甲卑微，你若知影阮的欠缺甲需要，你嘛知影阮的亏欠甲失败。阮查看。你会查看阮的言行举止，你嘛知影阮的心思甲意念，你搁较知影阮的心态甲动机。主啊，阮来到遮，你的圣殿来向你敬拜，感谢你定十字架为阮救赎，互阮脱离咒诅，甲你和好。感谢你彰显荣耀甲国外得胜黑暗死亡的款式。赐予阮生命甲美好的盼望，恳求你因为你的慈爱赦免阮的亏欠，恳求你的信实照着你的宝血，遮砍阮的罪恶。恳求你毋通因为阮的亏欠，你就来
放开你施恩的双手，甲阮放散。主啊，求你嘛看顾困苦、丧乡、身躯病痛、失志、迷失方向的人。求主的灵会使安慰因的心，医治因的身躯，帮助因，指引因，助你丰盛活命的路。阮的主啊，求你伫阮的教会掌权做王，拄去阮的野心甲软弱，赐予阮信心甲力量；拄去阮的不安甲忧愁，赐予阮平安甲喜乐；拄去阮的冷淡甲麻痹，赐予阮火热甲行动。阮的主啊，恳求你将你的话赐予阮，互阮更较明白你的心意。恳求你照着你的话改变阮，互阮所做的拢会合乎你的、合伫你的心意。恳求你将你的话放伫阮的心内，成做阮生活的力量，警醒免得阮会阁得罪你。感谢学乐你的恩典。阮将今仔日敬拜、恭敬交托给主，愿阮今仔日的敬拜，互主你悦纳。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下面你来讲授上帝的话，就是提摩太第4章9至11节，伫新约圣经246页。提摩太后书4章9至11节，新约圣经246页。现着我来读。恁着注意紧紧来找我，因为猪马兴幕即个世间就离开我，去帖撒罗尼迦、加拉斯去加拉太、提多去大马太，只有路加甲我伫地，带着马可甲你三角来，因为伊伫服侍的工作有利益我。下面阁一位的圣经是路德记第1章15至18节，伫个旧约圣经287面，路德记第1章15至18节，旧约圣经287面。现着我来读，伊讲：看，你的同师已经倒去伊的百姓，伊的上帝遐，你嘛缀你的同师倒去。路德讲，无得劝我离开你，倒去无缀你，因为你去遐，我嘛要去遐；你歇伫遐，我嘛要歇遐。你的百姓要做我的百姓，你的上帝嘛要做我的上帝。你死伫遐，我嘛死伫遐。埋葬伫遐，除死以外，若有啥物，互你甲我若有啥物互你我三离，愿耶和华加倍责罚我。伊看见伊决意要甲伊去，就无阁对伊讲去。圣经读到遮，下面咱请圣歌类来献诗。
下面要请陈牧师来正道，伊的题目是《最佳的女伴》。大家平安。咱可能嘛是爱好好提防啦吼。我会记得顶礼拜去一间教会，规个所有的人拢带喙暗，包括sư会。我讲讲道爱无？伊讲阮嘛拢爱呢。事实有影，全世界抑阁真紧张的中间吼，事实爱好好来提防。几个月前，咱的黄团长甲我讲，伊即礼拜中间吼，爱去受训吼，传道师的训练，规礼拜久，所以讲望我即礼拜会当伫咱中间甲咱参加来礼拜吼，真欢喜有即款的机会啦吼。今早起甲咱讲上好的女伴，我会记得足侪年前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伊的爸母算是迄个慕道的吼，偶尔才来礼拜。有一日，即个老爸就来甲我讲牧师啊，我就一项代志足操心啦。我讲操心什么？阮囝伊敢若一个尔吼，阮囝伫学校读幼稚园，拢总无朋友。边仔的人拢无爱甲伊坐做阵，拢离伊足远安尼，足困扰安尼吼。我讲安尼吼，简单带伊来咱的主日学，甲咱的囡仔混在一起。伊讲好啊，试看觅。拄咱入去夏令营，主日学的夏季学校。我讲来报名来，我就看即个囡仔，会来甲咱主日学的中间嘛是安尼呢，边仔坐一个因箍啊，拢无人要甲伊坐做阵安尼吼。我有注意吼，煞我就叫即个囡仔来，甲因老爸吼。我讲你来遮有交着朋友无？伊讲无呢，因拢安尼离我足远的，无爱甲我坐做阵。我就甲伊问讲。你知影是安怎无？伊讲吼，因拢无爱甲我耍，因拢无爱甲我耍。我讲是安尼，因无爱甲我耍，无爱甲你耍。伊讲我叫因安怎耍，因都无爱；我叫因安怎耍，因无爱。我就甲伊问，我讲因要安怎耍的时，你有参加伫因安怎耍无？伊讲无啊，因都无爱照我的意思来耍啊。咱知影问题出伫对吼。你要真做好会当伴，要好会陪伴，毋是亲像安尼。不过我甲伊讲，别人若咧耍啥物吼，伫安怎耍，你爱去甲人安怎耍啊？伊讲好，我拢无想到这呢。有影咱今仔日活伫迄个，活伫咱家己尔。我爱安怎，我就要安怎。啥那别人拢袂照我的意思。咱毋知有去照别人的意思。可能这是真大的问题吼。今仔去甲咱分享的是即个好的女伴。咱看路加，特别伫提摩太、何书遮。保罗伫受关监的中间写几若张批，包括哥罗西，包括有所，包括咱的提摩太、前何书，包括腓利门，腓利门毋是所在吼，腓利门是一个人，伫这中间，咱会当伫遐来看到，特别今早起咱所读提摩太，伊讲啥人？猪马贪爱即个世界，就离开去对，啥人去对，啥人去对，即马咧，村上独有路家，敢若剩一个路家，甲我三甲弟弟。
咱读到这个时，有阵时会感觉讲，一个年老有可能面对无偌久会受死的一个人，忽然间一个拢无伫身躯边，只有一个路加，咱会感觉讲，好凄凉哦，吼！所以保罗写俾提摩太的是讲，你都要赶紧来哦。来的时，先煞带啥人带马可来，因为伊伫我福音事工真有帮衬。咱讲路加，其实咱对路加的认捌少少，若毋是即个所在，若毋是伫腓利门，若毋是伫哥罗西，拢是保罗咧请安的时，因为身躯边就是路加，所以伊会加一句讲，路加嘛甲恁请安。咱看腓利门的24节，腓利门敢若一章吼，哥罗西第4章的14节，拢讲路加嘛甲恁请安。为着安尼，咱伫遐来认捌吼，特别哥罗西伫遐来讲，亲爱的医生路加甲恁请安。保罗加一句亲爱，可见路加甲保罗的迄个亲密的关系吼。那咱来小可认捌路加，其实若毋是对这个请安，咱对路加无真认捌。虽然咱知影讲有一本路加福音书，不过路加福音书是后来的人吼，甲伊知影讲这是路加写的，才甲伊加起哩。原来路加咧写的是，敢若写一张 PPT 灰落啊。我甲你讲什么开始，内面拢看袂到路加，所以咱讲，其实实在，对圣经的内面咱敢若会当伫遐来读到，通过即款的请安，咱才知影讲路加甲保罗的关系。嘛通过即个，咱通过使徒行传，通过路加福音。咱知影即两本册是迄个路加所写的。咱知影新约圣经27本，敢若即两本毋是犹太人写的，敢若即两本是路加写的。然后路加是医生，是因为保罗讲，亲爱的医生路加，咱伫遐来认捌。其实圣经学者会甲咱讲。讲伫福音书的内面，咱会去看到路加的特色。比如来讲耶稣有讲好野人要入天国学，亲像骆驼要穿过尖片，也比好野人入天国搁较容易。有个人就点仔咧讲骆驼要安怎穿过尖片？有个人就硬甲伊解释讲伫倒一个所在有一个骆驼，就爱跍落才穿过迄个门安尼啦其实拢毋是啦咱若去读马太甲马可的福音书，讲骆驼穿过尖片，迄个尖片是啥物？咱的家庭主妇的缝纫的尖啦，一般咧刺啥物物件的尖啦。路加咧讲骆驼穿过尖片，路加用的尖就毋是普通的咱家庭主妇咧缝补迄款的尖，伊是外科医生手术用的尖啦。所以咱就通知影讲，路加是一个医生。另外路加真特别的咱对路加嘛得到真侪真好的信息。咱有阵时别个福音书拢无记载真好真水的迄个所在，比如来讲第10章讲到啥物？好的撒玛利亚人，好的撒玛利亚人伫其他的福音书拢无记载。咱会感觉讲这足水的一个耶稣的譬喻，到15章耶稣的譬喻，放荡主的譬喻，这嘛足感动人，足吸引人的。其他的福音书嘛无。咱嘛会看到一个抽象的设计，路加福音书19章
第10到第10节。啊，即个撒该的技术，咱嘛感觉讲，哦，足欣赏的，哦。毋过别个福音书若嘛拢无，啊，加在路加拢会去注意着遮个，因为啥物？好的撒玛利亚人是啥？甲犹太人敌对的族群啦。虽然无够敌对啦，毋过两个人就无爱往来啦。哦，犹太人看无起撒玛利亚人，因为伊讲你甲别人混血过啊，吼，无清气，哦。啊，对于一个放荡主搁倒转来，因为路加是一个外邦人，啊，搁写福音书是要互一个外邦人，所以特别去注意着遮个。这是咱看到路加的特色。路加嘛是一个好的女伴，咱对对伫遐来知，除了咱拄则所读，讲一个拢无伫我的身躯边，即马剩一个路加伫我的身躯边。哦，咱读《使徒行传》的时，咱对头开始读，拢会讲。啊，啥人去对，啥人去对，因去创啥物，因去倒一个所在啊做什款的？对16章开始，拢写啥物？愿，哦，台语的愿，咱足侪少年的吼，愿甲咱拢分袂清。哦，愿是你无在来的，哦，愿是你无在来的，甲你讲的是你无在来的。啊，若是咱，是你嘛甲我做阵的啦，哦，啊，路加因为是要写互别人，所以讲愿，意思是路加甲保罗是共阵的人啦，做阵咧做工，保罗到底伊对到底，到即个使徒行传的结束，拢用咱的语气来描写。敢若亲像路加在写日记共款，哦，古早要传即款的福音无遐简单呢。啊，保罗行偌远呢？古早的船啊嘛无遐简单呢。哦，无像即马船啊坐到遮安稳呢，吼。啊，大多数爱行。啊，保罗安尼四界去。啊，毋是足顺利的呢，有阵时搁互人石头沉呢，哦，啊嘛会船破，嘛会腹肚枵，啥物拢有。啊，一个做医生的路加，啊，就是安尼一直对保罗，到伊人生的结束。这是足无简单呢。咱有阵时讲，啊，我要对人，要对啥物款的人？对迄个将来有愿望的人嘛，我毋则有愿望啊，哦。对迄个将来有好光景的人啊，对迄个伟大的人啊，啊，保罗是啥物？无半项的呢，哦，总是路加对伊到伫最人生的最后，哦，伫监狱的内面，路加游园伫保罗的身躯边，哦，咱看讲，逐个一个离开，路加共款伫伊的身躯边，哦，啊，这是咱值得咱学习的所在，哦。当咱伫遐来看即个人，路加，伊是一个谦卑的人。拄则我有讲，伊是一个外邦人写即两卷的书信，哦，其他拢犹太人，啊，毋过伊咧写，伊无讲，啊，我路加写互啥人？伊的开头。提阿非罗啊，第二个使徒行传嘛是提阿非罗开始，伊拢无提伊家己的名，伫伊的福音书，伫伊的使徒行传拢无提伊的名。虽然有讲阮，啊，不过阮到底啥名无吼？咱今仔日真注重著作权法哦，写人写的哦，拢是。路加拢无讲，哦，拢无讲。咱有阵时咱会安尼，哦，咱常常咧讲话时，拢会哦，迄当阵我偌敖拄偌敖，哦，啊，啥物是我创的，哦，若无我就袂当创啥物，哦，咱迄个我足重要的，
哦，啊嘛足爱人伫遐来永远甲咱笑脸，哦，永远记哩。毋过路加拢无呢，哦，拢无做食的，哦，伊拢无做食的。其实咱长老教会传统，毋知咱知无？咱的要理问答的头一句上介重要的，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啥物？这是放咧上介头前，佮甲咱讲，人生最重要的目的是啥物？咱要理问答的第一开头、第一重要。我毋知你的人生上介要紧的目的是啥物？长老教会的传统，人生第一要紧的目的是认捌上帝，将荣光归予上帝。人生最重要的目的，荣光归予上帝。路加就是一个将荣光归予上帝的人，伊毋是要保养伊的事业，保养伊的名声，伊要将上帝的荣光伫遐来传开看。捌有一个人，有一摆伫冬天的时，要过迄个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吼。咱知阿尔卑斯山终年的雪是无样的啦吼。啊，伊冬天要过即个阿尔卑斯山吼，伫古早，啊毋过拄好撞着歹天气，哇，落大雪。啊，一个落大雪是四界安尼白茫茫安尼吼，看拢无路安尼吼，所以伊就安尼啊，他嘛毋知要安怎，方向是啥物，倒一块才是我正确的方向。所以伫即款的困境的内面吼，一般若无人帮衬吼，即个人一定是死伫迄个山顶。啊，加在有一个人来哦，看到伊的情景，啊，就甲伊带伊到安全的所在，伊要去的所在。讲你要去倒，啊，我带你去，到伫安全，伊会当家己行的所在。所以，即个人是一个出名的人，好嘢的人。啊，伊就足感激的安尼吼，就讲哇，实在真感谢安尼吼。啊，我应该吼送礼物互你，送物件。我讲啊，你为着安尼千里要去的所在拢无烧啥物吼，我一笔钱甲你感谢。伊讲免。哦，我无接受安尼吼，啊，愈来愈去，愈袂煞，到尾讲，啊无我嘛身躯吼，找一个较值钱的物件留互你做纪念，迄个人嘛无爱，我无接受吼，我敢若是做我应该爱做的，你需要帮衬我帮衬你安尼尔定，啊两个都一直点啊如到尾的是讲，啊无啦，无免啦吼，无物件无钱嘛无。啊无，你会使甲我讲你叫做啥物名无？毋知你会使甲我讲你叫啥物名无？啊，我吼一世人甲你笑脸，特别伫祈祷的中间，我会笑脸你安尼吼。即个人嘛甲伊讲，免啦，免啦，毋免知影我的名。哦，我著干那要做即该做的事，我做好就好啊。啊，伊共阮一直甲伊愈袂煞安尼吼。啊，即个人到尾无办法讲，啊无安尼啦，你著基督徒，你嘛读圣经安尼吼。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若答袂出来，我就答应你，报我的名互你。伊讲吼，路加福音书我拄则甲咱讲的，迄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叫啥物名？哦哈，敢若知影好的撒玛利亚人尔，都毋知影啥物名呢？啊无，搁一个，安尼。5个饼2尾鱼，一个囡仔摕5个饼2尾鱼互耶稣，啊耶稣祝谢，然后饲互5000人食饱的。迄个囡仔叫啥物名？我嘛毋知咧。4本福音书拢有，啊毋过都拢毋知名。伊讲，所以你嘛毋免知影我的名啦。哦，较要紧是代志做好，较要紧是你将即个听传出去。搁一摆甲咱讲，基督徒上界第一要紧的目的是啥物？将荣光归予上帝。人无遐重要，哦，
上帝的名，即个阳光，上帝的福音传开挂，迄个才是第一要紧。路加嘛是安尼，对保罗有五望无？有将来无？拢无半项啦，趁钱嘛无，出名嘛无，要成做伟大的人嘛无。啊，毋过路加就是一直拢对咧伊的身躯边，拢无改变。好的谈判需要做甚物？好的谈判爱考虑别人。哦，咱伫旧约的阿摩斯第3章的第3节，甲咱讲甚物？两个人若无同心，太多会当同行；若袂当同心，要才会当同行。听讲最近吼，日本人一寡太太吼，拢定定咧头壳疼，疼甚物？啊，先生拢无上班，吼。啊，拢无上班，伫厝上班，啊，两个相对象，啊，相对象就煞吼，有阵时就讲，啊，无你嘛去倒一个粪扫者，啊，我咧无闲呢，哦，啊，无嘛，倒一个所在甲我处理一下，我咧上班呢，哦，所以讲太太吼，看到先生一直踮咧厝的安尼吼，一箍人踮啊，啊，毋过。甲伊一点仔关系都敢若无咧，哦，所以讲吼，有人看到先生咧厝上班，头壳就疼。有影，两个人若袂当同心，要安怎同行？要安怎同行？路加甲保罗中间的关系，一个医生，一个法利赛人，哦，一个是敢若专心哦，世界去，哦。去传福音，啊，一个医生，伊搁放下伊做医生，对保罗世界去。伊的目标伫对，我毋望通过安尼，上帝福音会当得到传开看。哦，这个就是路加值得咱学习的所在啦，吼。咱要做一个好的谈判，一定爱知影到底对方咧想甚物。对方心爱的是甚物？哦，啊，你的骹步会当甲伊配合无？哦，伊要起，你是毋是对伊起？伊要落，你是毋是对伊落？我想这是足重要的哦。嘛会当甲对方同齐，做阵伫遐来承担所面对的所有的一切。有影要对一个好的谈判。咱会当甲伊同行平坦的路，嘛会当甲伊同行无相像坎坷，有阶梯、有爬岭的迄个路，是毋是咱犹原欢喜甲伊三甲伫遐来承受遮的？啊，我甲阮小弟几若摆的旅游吼，几若摆的出外，头一摆是。伊还袂退休啦吼，还有假期，啊，两个就招招咧讲，啊，来加拿大，哦，啊，家己旅游安尼吼，啊，这段时间伊先转来，因为当阵我拄好特别退休吼，啊，为着要互咱的长执甲咱的迄个陈志聪牧师吼，我讲啊，过去我休假啦，哦，互恁甲陈牧师吼。小可做阵运作，毋望大家会当同工啊，我退休伊会当留落来安尼吼，啊，咱就要屏幕较简单安尼吼，啊，所以我有较长的假期，哎，阮最近佚佚佗煞，哎，先转来，因为伊爱上班。第二摆是哦，像个长老的。第20某囝玉萍在英国读册，啊毕业，啊就招我讲，要去英国，无你英国较熟吼，咱来啊，哦，伊毕业典礼煞，啊咱自助旅游吼，我讲好哦，伊讲吼，玉萍读的所在是咧英国的南边、上南边、上西南边的所在，啊遐。
是农业的所在，咱对遐安尼西平安尼慢慢啊起来，迄个所在拄好英国我较无熟的所在，咱知影英国的农业所在真济是足水的是迄个牧场所以我就讲好毕业典礼煞，就做阵佚佗，去到顶悬，才佫倒转来中部的时，迄个坐飞机转来，2摆对旅行团，头一摆21天，第二摆19天，阮去的时团员大家介绍讲，阮2个亲兄弟，迄个团员讲哈，我讲有啥物好哈？伊讲东西啊、姊妹啊我捌看人做阵旅游，都毋捌看人兄弟啊、亲兄弟做阵旅游的。我讲亲兄弟做阵旅游有啥物好奇怪的？阮安尼都即摆第3摆、第4摆啊咧，因为我亲兄弟要倒有可能，阮2个甲圣公长老佫无啥像伊较像阮妈妈，我较像阮爸爸啦我你骗人的啦你毋是兄弟啊，我讲亲的兄弟要怎诚最好，会愈伴其实兴趣无一定相像，毋过互相会当伫遐来体谅，嘛互相会当伫遐来关注啦。其实落去的时我爱的甲伊，我爱的景甲伊爱的景无相像呢，嘛无一定相像呢。毋过什么事爱集合，什么事爱创什么，阮拢会小可无讲，毋过拢会偷看，拢会注意看，爱伊有走无去无呢？爱伊嘛会注意我有走无去。这是咱做阵旅游，较有可能你要做阵旅游，你的确爱互相体贴，互相伫遐来同心。我会记得印象足深的，在英国的时，阮就讲足随性的行到对带到对，倒一块啊较有趣味，就加停一时啊，若较无趣味，咱就搁行，一摆就我讲爱来去莎士比亚的故居伊的大过的所在去阮拢无想订旅馆的，因为都足随性的，去到底要住几工无定着的安尼去拄好人办一个毋知啥物款的全国性的活动，足济人安尼，所以规个迄个所在拢问无大的所在啦。佫若点钟踅过，包括郊区，包括迄个所在，拢无地大，不管民宿，不管旅社，大细间拢无。问到尾后的是讲哇，当然毋可能爱露宿街头啊！问计程车，计程车讲无我甲恁载去啊！我讲偌远，40公里尔。我讲你去敢有甲我保证讲遐有地住？伊讲无保证。安尼我坐去佫较惨安尼阮义平来安怎踅的时伊听着讲讲有一个所在通好住。我讲对，伊讲坐计程车爱有也远安尼后来阮坐的是差不多新台币2000块，新台币2000块。去住的时有够远的，已经暗所以拢开个暗路，佫细条路开有够远的安尼到位就伫遐来讲下暗住遮，过顿工起来足欢喜的，足欢喜的，家在站拢无住找无通住，来住即个所在，迄是
英国人古早的好野人的庄园吼，庄园咱知影吼，就是迄款有封爵位的人吼，古早的哦，啊，即马当然没落啊吼，所以迄个所在变做旅社。产能有够宽，嘛有家己的墓园，啊嘛有迄个池啊，哦，河流有够宽的宽，有够水，哦。啊，虽然吼，迄样住较足贵的啦吼，毋过阮三个转来，过转工拢足欢喜的。阮袂伫遐来讲，哎哟啊，咱就是拢安怎安怎，啊，就是拢你啦，拢你爱看啥物，所以才会安怎啥物，拢无遐。虽然加开足侪钱吼，啊，我就感觉足欢喜安尼吼，就是因为有即个厝，吼，查厝教堂啊，带着即款的哦。一生的经验吼，你旅行社嘛无可能去住遐，哦，人甲人的中间吼，你是诚做什么款的人，哦，可能真侪人吼，干那伫迄个宝几点钟的中间，都毋知要插几摆啊，哦，都毋知什么话对来对去啊，吼，阮拢无呢，阮三个人拢无遮个话。因为第一要紧来，咱即马哦叫阮弟弟顾物件，因为我较熟，啊玉萍嘛较熟，较会通，啊就阮两个四界找几啊点钟呢，总是拢无一句掰完。人生的内面到底你是啥物？你是毋是诚做好的同伴，别人好的同伴，还是你诚做？别人足讨厌的人，哦，可能这是咱爱好好伫遐来思考的。儒家诚做保罗足好的同伴，哦，咱今仔日咱读到哦，旧约的所在是拿俄米甲伊的新妇路得。路得安怎讲？讲你去的所在，就是我要去的所在。你休伫遐，我嘛要休伫遐。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中文是讲你的国啦吼。咱台语是讲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哦，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你无论到倒位去，我就是到你到倒位的所在。其实咱有当时咱重新搁伫一摆伫遐来思考，路得对拿俄米有五望无？一点仔五望都无，路得也无先生，田嘛已经卖去啊，嘛无囝，路得嘛无先生呢，嘛死去啊呢。对即款的官府登去以色列地，有甚款的五望？无财产，无先生，无查甫人。毋过路得讲，你去到底，我就到底。你伫遐死，我嘛要埋葬伫遐。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啊，这就是路得得到上帝福气的所在啦。哦，咱毋来会当诚做亲像别人即款好的同伴袂。路家毋若诚做即款好的同伴，伊阁是始终如一啊。哦，始终如一。一个一个离开，一个一个离开。保罗讲什么？剩一个路加，独剩一个路加伫我的身躯边。咱毋知会当诚做即款的人无？耶稣，咱今早去启用约翰福音书15章，耶稣讲什么？我是葡萄树，恁是枝。啊，搁一项最要紧是，我经恁。我经恁，哦，互恁甲我结连，啊，恁就常常甲我结连，安尼恁就要诚做结果子侪人。其实较后面，耶稣会讲什么？讲我以后称恁做什么？朋友，好朋友。哦，我毋是亲像主人甲奴仆。哦，保罗甲路加的关系。照当时的罗马帝国
因为讲一个人罗马的公民会使带两个奴隶伫伊的身躯边，就是伊关杆共款会使带入去。所以咱看菲律宾的中间，因讲有派一个人摕钱去探监。毋是摕钱，干那去探监看保罗伫遐，我即笔钱互你就好啊。是神煞伫监狱的内面，按算要服侍保罗的，无拍算迄个人所破病，所以保罗紧写批写菲律宾的书信，甲因讲即个人平安无代志，咱路加有可能。伫监狱的中间，真做亲像保罗的奴隶一般样，因为保罗无拄遐尼自由，伊袂当随便伫遐来出入。虽然伊是租厝的啦，毋过嘛是有军兵伫遐内底固守的。可能一寡做代志，啥物爱伊的同伴的人替伊伫遐来处理。路加可能真做即款的人。耶稣基督呼召咱，诚做伊的学生，诚做跟对伊的人。耶稣毋是甲咱当做奴隶，耶稣是甲咱做好的朋友。若好的朋友，阁要诚做咱一生的好的朋友。咱甲上帝的关系，咱甲耶稣基督的关系，毋知咱会当保持安尼无？咱知影咱的主的心意，咱知影伊要创啥物。是毋是咱会当伫遐来符合伊一世人甲伊三甲地地？箴言有一句话甲咱讲啥物？讲有一个人比咱的亲兄弟搁较亲的。毋知咱有即款的人，耶稣基督毋知有比咱的亲兄弟搁较亲的无？毋知咱会当一世人，就是无论如何有甚物款的境遇，咱共款要忠实。永远伫伊的身躯边，亲像路加的军队保罗一般样。望咱诚做咱的主耶稣基督上介好的同伴，将心一世人拢甲伊无相离。咱三个来祈祷。天父，阮的上帝，阮感谢你的听，互阮伫你的恩典中。对耶稣基督的缘故，救赎阮，互阮诚做你所听的囝儿。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永远无离开，无偏离，搁伫你的面前，永远诚做认捌你，欢喜听叹你，欢喜听你，跟对你，一世人永无改变。愿你施恩带领阮。祝福的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下面，咱来吟诗圣诗第538首，圣诗第538首，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虽然伫世界，哪准伫天，做上帝服侍，满心欢喜。救主用保护洗我清气，打我爱保养，弥日乌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打我爱保养，弥日乌路，为我主耶稣赎罪功劳。请咱起立来吟。我心大欢喜，主踮身边，
虽然伫世界若存伫天，对上帝好事满心欢喜，求主应保惠使我清气，啊我保佑迷了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啊我保佑迷了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天国的好景啊，你目前，保佑主耶稣慈悲仁爱，啊我保佑迷了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主耶稣受罪功劳，专心来分，万事平安，辛苦我叫做福气无限，天气来平安，永存出来，让主耶稣满心仁爱，啊我保佑。主耶稣受罪功劳，啊我保佑迷了路，为我主耶稣受罪功劳。请坐，下面咱来备万心来奉献。
下面是报告。伫报告的头前，咱先来念经句，伫周报的第2面，显着咱三个来读。伊就甲2个新妇起来，要对摩阿地倒去，因为伫摩阿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伊的百姓。想述伊的绵羊，约得记第1章第6节，搁来念就新妇起来，要对摩阿地倒去，因为伊伫摩阿地听见耶和华眷顾伊的百姓，想述因绵羊，约得记第1章第6节。下面我来报告圣工分担，下礼拜的圣工分担，敬请我省略。领唱是赵一乐、苏丽、彭兆亮、苏琴、潘秀丽，献诗是青年团客，书献是徐佳韵甲施新宇，交代是徐佳韵、张建团、林秀英，音控是曹明祥、周洪邦。下礼拜拜三查经祈祷会，主理是黄传道、黄宗道，书会是林宗豪执事。下礼拜日，下礼拜主理是黄传道，伊的题目是祈祷这段。我来报告教会消息。感谢今仔日陈牧师转来正道，我来代表教会感谢多谢。第二点是，咱有奖学金，欢迎咱成绩优良的同学也是会友，总平均是国中80分以上，高中职甲大专是75分以上。请准备成绩单、正本甲申请表，伫10月11号进前交予行政干事。第3点是圣工的事项表已经安排好啊，也有参与伫礼拜服侍当中，咱礼拜后会使去1楼柜台领取。第4点是教会要征求翕相的同工，因为咱最近教会有设到130周年的活动，需要有人会使来协助，有感动想要参与的兄弟，会使甲着一路张罗报名。第5点，教会同性录咧更新，咱主日礼拜了会使去1楼柜台。找迄当工确认咱的资料，家庭甲个人的资料。第6，咱10月的生日的名单已经伫第10页，咱祝遮个人生日快乐。有漏交的，请甲干事更正。第7点是。咱的即礼拜拜日妇女团契聚会暂停，因为9月23已经有出去游览，所以9月29无聚会。第8点，咱10月4号拜六要进行迄消毒的工作，咱也有志愿的同工的兄弟会使。甲10月份的伫外张罗、赵宇乐张罗报名。下面教会集体交通甲大道事项。第1点，咱为以下的名单的软弱的集体大道求助来医治。第2，为武汉肺炎的病毒对人甲世界威胁来大道求助人民。
下骹告解消息甲其他的通知，咱家己来看。奉献后出入的，咱则来甲财务人员来通知。有新来的朋友无吼？好。咱做伙来吟刷尾面的诗，是圣诗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402首，恳求主你引带我脚步。吟诗煞要来请陈牧师甲咱祝祷。爱行，恳求你甲我看护，若是我真正，怎我哪里蹲通予你阿明？予我伫黑暗中找到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之爱，以及圣神的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时到伫永世代无尽。阿门。咱爱平安礼。